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心境深潛。如果你曾經覺得人生缺少方向，內心有一股想做更大事情嘅衝動，又或者總係覺得自己可以活得更有意義，但又唔知點樣開始，今日呢一本書就可以俾到你非常大嘅啟發同埋指引。英雄呢一本書唔單止講如何吸引外在嘅事物，而係深入探討如何活出你內在嘅英雄，發現自己真正嘅使命同埋潛能。作者喺書裏邊清楚話俾我哋聽，每一個人心裏邊都有一個英雄，你唔需要努力變成英雄，你本來已經係英雄。只係需要記起呢一點，勇敢咁樣踏上屬於自己嘅英雄之旅。英雄呢本書嘅核心內容係著名嘅英雄之旅，分咗7個階段。今日我哋就逐個階段嚟拆解啦。第一個階段，召喚。每一個人佢嘅人生中都會出現召喚嘅時刻。呢一個可能係一種內心嘅不安，反覆出現想法，或者突然感覺自己應該去做一啲更有意義嘅事情。作者話，召喚一直都在，佢從來冇停止對你低語。呢一個階段最重要係學習去聆聽內心嘅聲音，而唔係選擇忽略佢。好多時候，我哋會因為害怕、忙碌，又或者懷疑而把召喚壓下去。但書裏邊提醒我哋，召喚唔會消失，佢一直存在，直到你願意回應。第二階段，尋找。當你聽到召喚之後，就會自然開始尋找答案。知識、導師同埋資源。書裏邊強調，當你真正開始尋找，宇宙就會開始回應你。呢一個階段唔係被動等待，而係主動學習、提問、閱讀、尋找支持。作者指出，尋找本身就係一種力量。佢會打開好多你之前看不到的門。第三階段，發現。呢個好多人都會特別有感覺嘅階段，你會開始發現自己真正嘅天賦、熱情同埋使命。作者有一句好美嘅話：你唔需要變成英雄，你本來已經是英雄，只係需要記起。佢提醒我哋，你最大嘅禮物，往往就係嗰啲讓你忘記時間，讓你感覺最有活力嘅事情。呢一個階段最重要，誠實面對自己，找出乜嘢真正讓你興奮同埋有意義，而唔係跟隨別人嘅期望。第四個階段，決定。發現之後，你要做出真正嘅決定，決定跟隨自己嘅使命。書裏邊話，當你做出真正嘅決定，宇宙就會開始支持你。決定係最大嘅力量。一旦你下定決心，好多事情都會開始轉變。作者強調，呢一個唔係隨便嘅決定，而係來自內心深處嘅承諾，佢會改變你人生軌跡。第五個階段，行動。呢個英雄之旅之中非常關鍵嘅一個階段，決定之後就要開始採取實際嘅行動，即係好少嘅步驟。
作者書裏邊教我哋，行動係連接夢想同埋實際嘅動量。佢指出，行動唔需要完美，亦都唔需要一次做到好大，只要你開始行動，就會產生動能，帶嚟信心，而信心又會推動你採取更大嘅行動。書裏邊特別強調，好多人喺決定之後，會因為恐懼、懷疑或者完美主義而停滯不前。呢個時候最有效嘅方法就係從小可行嘅步驟開始。作者提醒我哋，行動本身就係一種能量。當你採取行動嘅時候，宇宙會睇你嘅承諾，同埋開始提供更多嘅支持同埋機會。行動可以幫助你克服恐懼，因為每一次小行動都會讓你覺得自己更有力量。呢一個階段最重要嘅呢一點係，唔需要再等待所有條件完美才行動。行動會創造條件，行動會帶嚟清晰，行動會讓你真正嘅成長。第六個階段，考驗。英雄之旅必然會遇到考驗、挫折同埋懷疑。呢一個階段，好多人會想放棄。書中提及，考驗不是要阻止你，而係要準備你。考驗唔係懲罰，而係成長必須嘅部分。佢會測試你嘅決心，幫助你變得更強大。作者鼓勵我哋喺考驗裏邊繼續保持感恩同埋正面嘅感覺，就會更快通過。第七個階段，勝利。最後一個階段係活出英雄嘅本色，實現使命，幫助他人。作者話，真正嘅勝利唔係你得到什麼，而係你成為什麼樣的人。真正嘅勝利係成為最好嘅自己，對世界做出貢獻。每個階段帶嚟嘅內在嘅平靜同埋滿足感。英雄呢一本書唔只係講理論，更鼓勵我哋7個階段應用喺自己嘅人生裏邊。你可以問自己幾個問題：我現在聽到什麼嘅召喚？我正在尋找什麼？我真正嘅天賦是什麼？我準備好作出決定了嗎？我今天可以採取什麼小行動？書裏邊最終告訴我哋，每個人都係自己人生故事嘅主角，你有權選擇成為受害者，亦都有權選擇成為英雄。當你英雄踏上英雄之旅，你唔只會改變自己嘅人生，還有可能幫助到身邊嘅人。英雄最核心嘅信息係，你內心已經擁有一個英雄，你只需要記起同埋勇敢咁樣活出嚟。感謝你今日陪伴我，歡迎喺留言區度分享你聽過嘅人生召喚，又或者你準備好踏出嘅第一步。記住啊，你本來就係英雄。我哋下集再見。